修改民事訴訟法典的勒遷之訴制度法律的重點內容是什麼？第一點，增加較簡便嘅勒遷之訴程序。新法喺原有嘅勒遷之訴之外，新設咗程序較簡單快捷嘅勒遷之訴。適用新程序進行勒遷嘅前提包括：承租人遲交任一期租金滿3個月，通過存入澳門嘅銀行帳戶支付租金，出租人已經將第一點所指嘅欠租情況以書面方式通知承租人。第二點，簡化訴訟程序。新程序無需強制委託律師，但喺上訴階段除外。司法人員無需法官事先批示之下，可以以郵遞方式傳喚承租人，先以租賃合同入面承租人嘅聯絡地址傳喚。如果沒有該地址，就會以所租賃房地產嘅地址作出傳喚。如果郵遞傳喚未能成功傳喚被告，法院就會進行公示傳喚，例如要求出租人喺澳門嘅中文又或者葡文嘅報章上面刊登傳喚公告。只要具備充分嘅資料，法官可以立即審理案件嘅實體問題，無需進行審判聽證。如果需要進行審判聽證，雙方當事人最多可以提供3名證人，而且不得因為證人唔到場而押後聽證。承租人即係被告，係不得提出反訴。第三點，加快執行勒遷程序。不論承租人有冇提出上訴，只要未喺接收判決通知之後15日之內遷出所租賃嘅房地產，出租人都可以通知法院要求執行勒遷。執行勒遷之後，承租人需要喺15日之內移走房地產入面屬於佢所有嘅物件，否則就視為拋棄相關嘅物件。第四點，將承租人列入查閱資料。喺下列嘅情況之下，承租人將會被列入可以供房地產中介人查閱嘅資料入面。法院判處承租人需要支付金錢嘅判決轉為確定之後10日之內，承租人冇向法院提交債務已經消滅嘅證明，就例如出租人發出嘅收據。承租人未喺接收勒遷判決通知之後15日之內遷出所租賃嘅房地產，而且已經被執行勒遷。第五點，修改遲延損害賠償。新法規定，當承租人遲交任一期租金滿3個月，出租人除咗可以要求解除租賃合同之外，亦都可以一併要求承租人支付拖欠嘅租金，以及因為遲交租金而引致嘅損害賠償。